好，大家好，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啱啱過去咗啱啱週日嘅香港渣打馬拉松啦。咁呢個係香港其中一個都真係最大型嘅體育盛事啦。咁有10K 啦，有半馬啦，有全馬啦，亦都今年新增咗呢個輪椅賽跑嘅。其實個跑步比賽大部分時間咧都係真係車水馬龍，水泄不通。我自己都有跑嘅，可能另外一條片會講下啦。今年大會數字亦都錄得大概1500幾啦，1500幾嘅受傷數字。咁嘅受傷數字係嚟自人多容易棘親啦，啲路太窄啊，定係今年天氣都相對比較熱少少。其中我諗除咗講緊好多人報，即係12萬人報7萬幾人跑，另外就好矚目嘅。今年我哋嘅敬愛嘅發哥啦，就轉跑道去咗跑10K 啦，仲帶埋佢一眾嘅好朋友，咁好多都係我哋耳熟能詳嘅藝人們啦。其實今次嘅賽事呢7萬幾人入邊咧，有接近25%咧，都係嚟自海外嘅選手嘅。咁今次大會公佈就有110個國家地區去參與啦，咁其實都係歷屆以嚟最高。咁所以呢個賽事咧，講真，即係再一次證明咧，已經越行越好㗎啦。咁但係究竟點樣再行落去咧？香港就擺明係地少人多㗎啦，咁而家連參與人數跑步嘅都咁多，咁經歷埋阿發哥同阿鄭則仕嘅以身作則，究竟下一屆點算好呢？咁要討論下渣打馬拉松點樣行落去呢？我諗首先有啲基本嘢，可能大家都理解下先。咁渣打馬拉松咧，作為一個香港最大型嘅跑步盛事啦，其實佢係大部分嘅地方都係用封路嘅形式進行嘅。其實跑步比賽主要有2個類別嘅。一種咧就係會用封路形式進行，跑手通常都會用埋馬路。咁而嗰段期間咧，車會改道啦，亦都會有可能交通嘅配合啦，會有警方嘅配合啦。咁渣打馬拉松就係咁樣啦。咁之前嘅全城街馬或者其他另外一啲大型賽事都會有呢種情況。咁另外有一種跑步咧就係唔封路進行嘅。咁你會有陣時見到有啲跑步比賽，咁其實佢可能咧條路佢係用咗1/3或者2/3。有另外1/3咧，仲會留嚟俾公眾人士用嘅。咁呢啲賽事咧，通常可能個路程相對會短啲啦，或者個參與人數少啲。所以首先咧，要明白咗有呢2大類別先。咁然之後講到封路啦，咁封路當然顧名思義，你想象到要封咗條路，咁其實咧人力、物力、財力都係非常之緊要嘅。究竟對當時嘅香港交通有咩影響啊？然之後改道嘅路應該要點樣改變啊？咁呢啲係需要好多專業人士去做好多分析同報告先可以俾香港政府運輸署去 approve 嘅。咁然之後封路咧，因為亦都要牽涉好多你哋平時見到路邊嘅雪糕筒啊，甚至一啲臨時交通燈啊，等等等等。咁其實所以點解話做一個封路嘅跑步咧，其實成本相對係好高嘅。咁而好似渣打馬拉松咁，由賽事我哋係18號進行，咁但係我哋其實17號晚已經開始封路㗎啦。咁其實成個對香港嘅交通咧，亦都有好多唔跑步嘅朋友咧，就覺得哇好擾民喎，唔俾我揸車，啲路又塞晒。咁當然呢個眾說紛紜啦，好多人亦都覺得，喂，一年一次一個大盛事，唔係唔俾我跑係嘛？咁究竟封路封幾多同封幾耐，就亦都會係究竟點樣行落去嘅其中一個大問題。而衍生出嚟有好多人喺呢幾日都講，如果分2日搞，咁咪要封2日。咁咪影響更大，阻得更多人。咁如果你分2日，我當係另外一個禮拜日，定係一個禮拜6跑，禮拜日又跑。咁如果禮拜6跑完，咁係咪解封？解封完之後，跟住禮拜日又再跑。咁解封嘅時候，頭先我都講過啦，因為牽涉嘅路面，如果一條馬拉松嘅路42公里，咁42公里可能有接近20公里封路嘅，即係呢個實際運作起嚟其實係會非常困難。咁所以究竟用2日去做係咪一件比較可行嘅事呢？咁呢個交俾大會嘅專家去再研究啦。但係如果從我哋做開活動嘅角度去諗，其實你要我封咗一次，拆翻晒，所有人通翻車，然之後跟住喺大概10幾個鐘夜晚，我又再封一次路，跟住第2日跑完又再拆翻，其實成件事呢，嗰個成本同埋嗰個擾民程度呢，係真係 double 上嘅。咁所以呢個未必係最 effective 嘅方法。咁講到渣打馬拉松海河松，除咗講緊嗰個係咪2日跑呢？咁亦都有啲唔同嘅人士提出啦。咦，會唔會個跑道可以諗啲心思？例如其中一啲賽道會拎去香港嘅北部發展區域去做啊。
咁會唔會令到參與嘅人士可以見到更加多嘅香港景色啊？當然，即係當呢個北部都會去發展嘅時候，當時嘅交通配套係點？封路嘅計劃係點？咁而家完全未有一個藍圖啦。咁當然有關當局或者有關單位可能已經知道㗎啦。咁但係當一個賽事，舉例而家渣打馬拉松，其中一個好好氣氛、好好嘅結果就係大家因為跑完晒咧，都係翻嚟維園嘅個終點咧，大家係一齊衝線，然之後喺維園嗰度聚集啊，跑完嘅人一啲跑友又大家喺嗰度互相鼓勵啊，互相睇翻，頭先你跑成點，都係一個好開心嘅氣氛嚟。咁但係如果舉例，我有其中一個賽道10公里，我係喺 A 嘅地方跑，我半馬就會去咗北部跑，我跟住全馬就喺 C 嘅地方跑，咁 A、B、C 3個地方散晒，咁其實仲會唔會有而家渣馬嗰個氣氛呢？咁又未必嘅喎。咁但係又翻返個問題，如果我成件事搬晒北部跑，咁北部嘅交通同埋北部嘅封路又係咪可以接受到7萬幾以上嘅數字，去令到渣馬可以行得更遠呢？咁呢個又係一個大問題啦。講到渣馬何去何從呢？其實呢輪都多咗好多人討論呢，見到坊間都有講好多海外跑手點解會嚟香港跑呢？咁除咗因為都聽聞呢個渣打馬拉松呢個盛事氣氛好好啦，咁氣氛係越嚟越好嘅。咁另外就都有人講，我哋呢個香港渣打馬拉松咧，呢條係叫魔鬼賽道。咁啊3隧啦，咁要經過3條隧道啦。咁另外成個 total 嘅攀升咧係接近900幾米，即係3000幾尺。其實以跑一個馬拉松嚟講咧，即係你想象下跑緊一個42公里，再要你攀升3000幾尺，其實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嚟。咁啊，香港亦都咁多年跑步有唔同嘅天氣啦。咁今年天氣平均嘅時候接近19-20度啦。咁雖然比較乾爽，40幾啫濕度，但係事實上真係跑起嚟都好辛苦。所以今年都有好多唔同嘅跑手喺路上都有休息啊，甚至有少少唔能夠再繼續跑添。咁啊，好彩今年整體都係參與人士都係安全嘅，呢個係好重要嘅事。但係個問題又出現啦，如果我去換賽道、換地方，或者好似頭先咁講，我分開唔同嘅地方去做賽道，仲有冇呢啲吸引力呢？對於呢而家今年參加到嘅7萬幾人，下年係咪又繼續承載到呢？呢啲暫時都係未知之數。咁我相信呢，田總啦、有關嘅人士啦，一定已經有一啲盤算喺度㗎啦。但係當個賽道冇咗呢啲咁嘅特色，咁呢個馬拉松又同本身大家期待參加嘅香港馬拉松又係咪一樣呢？咁喺討論咗馬拉松究竟何去何從咁多種考慮同埋嘗試，由少少一個 event organizer 或者搞個跑步嘅人士去分享少少睇法同經驗啦。咁其中一樣嘢我諗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啊因為我哋咧其實都曾經喺新加坡咧幫手參與過做新加坡嘅渣打馬拉松嘅。咁新加坡嘅馬拉松咧，佢就因為新加坡天氣你都想象到啦，新加坡係一年四季都咁熱嘅。咁所以新加坡嘅馬拉松咧，唔知大家知唔知佢哋幾點開始嘅咧？咁我哋香港普遍嗰啲就5點幾6點啦。咁其實新加坡嘅馬拉松咧，其實佢4點半就第一槍㗎啦。咁4點半開跑之後，跟住就一路一槍一槍咁樣開始跑。咁去避免咧，當佢去到大概9點10點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如果想像到新加坡已經好熱㗎啦。咁呢度衍生出嚟咧，其實就會令我有一個諗法啦。其實究竟香港渣打馬拉松行落嘅其中一步，與其去分2日，會唔會可以係由夜晚開始跑起呢？如果我可以俾人哋起跑嘅時候係由香港最靚嘅夜景開始，然之後由夜晚10點鐘跑到夜晚2點3點，又得唔得呢？咁然之後另外4點又去繼續緊接落去，又有另外一批，又得唔得呢？同埋理論上，因為我封路都係深夜發生嘅，咁如果我提早少少，我夜晚10點鐘就開始封路，我11點12點開始起跑，咁其實跑完都係4點幾啫。咁其實我理論上嗰個 capacity 都大咗好多咯。同埋都係嗰句，香港只可以有一個特色嘅跑步比賽，除咗本身條賽道啦，咁香港其實嘅夜景都係非常出名嘅。咁會唔會其實喺一個夜晚跑馬拉松嘅地方，可以順便宣傳一下香港嘅夜景？咁然之後我哋跑嘅路其實好多海景啦，咁會唔會亦都可以睇到兩岸嘅景色呢？咁的而且確，對於好多參加開跑步嘅人嚟講呢，係好新鮮嘅。但係對於一啲跑過山嘅人嚟講呢，
其實香港嘅 Moon Tracker 啊，或者之前嘅四徑啊等等，其實好多都會係夜晚起步嘅。咁所以其實對於真係會一年一度參加呢個盛事嘅人，會唔會介意夜晚去起跑呢？我相信就唔係好會嘅。咁所以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方法可以諗嘅嘢呢？但係呢個可能都真係一個喺唔再大規模封路或者唔再大規模去改道嘅情況下，可能可以令到渣打馬拉松承載到更多參與者嘅方法之一。好，咁以上呢就係我對於今年嘅渣打馬拉松嘅一啲睇法啦，同埋究竟如何行落去有少少分享啦。如果你對於渣打馬拉松點樣行落去有啲咩分享意見嘅，隨便留言俾我啊。咁如果你想知多啲咩體育嘅事項或者其他嘅題目呢，就可以留言俾我，等大叔去幫你去發掘分享。多謝大家，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